是逼來換15錯成，盡並沒一刻守成，都驚排兵，妙言變句，憑能大膽幾次，援助趙國於左困有難引路明。從流水變做海嘯，盡遲早吞並齊趙，城池只不過一樁計劃，攻克無照。若然是有蹊蹺，原逼送回來罷了。論理虧沒理虧，原牌神出使堂官，還怕上朝。船見於如氣宮中，態度傲慢無以招架。論鑑賞，全別身邊機妾戲弄我嗎？還逼假借微下，頭破碎肉會怕嗎？仍請9品齋家迎留，期間明示送逼，信獲那怕。原是盡聲，為上大夫可敬，言行合一的相遇，膽識見稱，沒成未與逼，難贏下的比拼，無奈是戰爭只會蔓延永未停。秦和怎咽下恥辱，石成功刻意平復，明年出兵殺蒼生2萬都不滿足，為留力戰燕影，常假以和諧趙國，是弱嗎？羅怯嗎？在文字相交可保障趙國嗎？彈奏瑟，秦以一聲叫趙挺令留在史書，難去忍，零戰頸血都不過5步界語，同歸不會猶豫，無理再唯未至於，秦一擊否不覺如雨，全也盡錄盡書，丞相卿憑借斗膽決絕救趙，危困之中連眼中徒兒口舌比不上昔野戰雲葉風光，蒙羞刻意迴避，誰有畏懼心理？聯想如能與鐮鬥，趙國仿佛斷臂。問目光全是趙國未來，為大局委曲多時，深知悔改，門前負荊，為求最可寬恕，難成密友將頸割下，仍可相愛。